嗨，大家好，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29個視頻，介紹演員張惠妹生辰資料，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星盤冇對應果老星格組合咯。1992年20歲張惠妹喺爸爸陪伴下參加台灣五燈座獎比賽，卻因為感冒唔記得詞喺決賽中失利，一度半年閉口唔唱。喺爸爸天才唔會俾一次挫折擊垮鼓勵下，佢於1994年再度報名，以壓倒性實奪冠。然而命運就開咗殘酷飛，攞獎當日佢捧住獎杯返鄉下，面對嘅卻是老豆嘅墓碑。呢份以榮耀告慰逝者，可惜日後化作佢歌聲中深深嘅力量。冠軍銜頭並未即刻抱就坦途。1995年因鄉土形象不被主流市場看好，張惠妹淪為酒吧駐唱歌手，就喺呢度迎來人生嘅轉捩點，俾音樂人張雨生發現。張雨生俾佢歌聲中嘅爆發力與靈性震撼，連續1個月駐場聽歌，堅定咁將呢粒璞玉帶入樂壇。1996年，張雨生為張惠妹度身打造首張騙姊妹同名派台歌以原居民特有嘅奔放節奏西融合流行曲式，一經推出就轟動台灣，銷量突破100萬張，全亞洲銷量更達400萬張。次年發行嘅 Bad Boy 延續傳奇，蟬聯排行榜22週冠軍，俾佢一躍成為亞洲銷售女王。1990年代末至2000年頭，張惠妹迎來事業巔峰。我可以抱你嗎？聽海等金曲全唱兩岸三地，個人演唱會場爆棚。作為華語樂壇重要參與者，佢見證咗90年代片工業嘅黃金時代，經歷咗數位音樂時代嘅轉型，但係始終以高水準作品具舞台，成為跨越時代嘅音樂標。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Facebook 同 Res 更新，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張惠妹嘅視頻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看。